爱情甲恶水的是一样，若是逐人照家己着活要得到家己的工钱，因为阮是上帝所当着活的，恁是上帝所做园，上帝所起造的厝，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，我亲像智慧师傅头有下地基，别人起伫迄顶面，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。再者，因为所下地基以外，无别人会下伫地基。地基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人若用金银、宝石、茶草、雕刻起伫这个地基顶，逐人的工得显露，是迄日要显明伊，因为对火来显现。个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？人所起造的工若要留地，就伊要得到工钱；人的工若少落去，伊就得到损失。独独本身要得到救，毋是亲像对火中脱出，兼毋是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圣殿踮伫恁内面嘛。人若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要毁坏伊，因为上帝的殿是圣，殿就是恁遮的。以上，即是咱要请咱嘉南教会神学生黄世倩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唯一的根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！互阮互咱要来听上帝话语进前，先同齐来祈祷。感谢天父伫新的一年开始，就带咱行这条稳定的路，求主信心拍开咱的心，互咱较无你的话语，求你帮助咱。无互罪甲恁同真做甲你关系的阻碍，拍开咱的耳孔甲目睭，会当听见、看见，而且心内相信，伫稳定的道路中活出你的应允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搁爱讲一摆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毋知影今年大家用啥物方式来过这个新年？即马就流行两个方式，安尼，一个是过年的时阵，甲厝内的人去外地旅行。你是安尼举手啊？哦，有哦，好，谢谢。有一款是甲较早共款，就是伫厝内甲你的朋友、甲你的家人同齐团圆，无论倒一种。我相信，只要你有伫厝，也是你有手机啊，你有看新闻，应该对这张图袂生分。知影这是啥无？台南什么？台南地震的时阵有一栋大楼啊，然后这个就是2月6号小年夜凌晨，高雄的美浓发生地震。全台湾拢有感觉到，请问大家有感觉到无？无哦，有个无啊？我就是有互迄地动摇起的人。一开始摇的时阵我就醒啊，而且地动摇有一段时间，后来才知影是南部发生地动，而且有几个所在的厝拢倒坏变形了，当时互人真意外，嘛互人真紧张。这场地动，互真侪家庭伫今年过年袂当食团圆饭。地动嘛摇起伫困梦中的我在想，上帝透过这自然界的现象，向咱来出声。我相信。这地动，毋那是震动着台南，
也是台湾，嘛是有可能震动着你我内心迄栋大楼。今仔的经文，上帝话语透过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，也写予即摆咱每一个人。近离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伊位伫交通真方便的哥林多城市内，当地无固定的，当时无固定的传统也是文化，却有为无共的背景、无共的文化的人，伊来到遮定居，来到遮住。迄时阵经济真紧就发展起来啊，城市嘛真紧就兴起。逐项的知识、文化、风俗，伫遮个所在交叉，互即个城市对当时的来讲，是愈来愈影响力，愈来愈有吸引力。保罗所传福音的这个哥林多教会，伫遮建立的哥林多教会，就是伫安尼背景内底来建立起来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伫迄时代，遐个基督徒要面对一个挑战，若是个人将家己的文化背景带到教会内面，伊家己的生命甲基督信仰的之间有可能会冲突，有摩擦。若安尼，伫教会内面，群体互动的时阵，也会产生伫哥林多前书一直讲到的分党结派问题。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就讲到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阿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伊伫教会安尼讲，引起教会内底的纷争。保罗劝勉因爱合意，因为基督毋是为着党派来死，却是为着众人来死。教会诚做一个身躯，对个人看，基督已经为着咱的罪死啊；对众人来看，基督已经为咱的罪来死啊。这个救恩毋是属伫倒一个群体，却是为着每一个领受救恩的基督徒，就是咱。为迄个时代，转来即马来看，哥林多教会情形嘛发生伫今仔日的教会当中。台湾的环境就亲像拄则所讲的哥林多教会，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文化背景多元。缩小一个地方来讲，咱教会伫桃园市内，也亲像哥林多教会，敢毋是呢？2公里以内，交通真方便。你要坐火车、客运、公车，甚至你要坐飞机，拢真紧就会到。逐项的宗教伫遮拢有，亲像阮会当来想，倒一个路口有一间庙，倒一个路口有一间教会。伫路呢行，讲华语的，讲台语的，讲客语的，讲原住民话的，讲外国话拢有。伫教会的咱，嘛是受到真侪的文化、真侪的风俗、真侪的背景来影响。伫台湾，因为基督徒正在成长中，很多的第一代基督徒因为听到福音、经历福音，放下伊过去所拜的神，有可能去倒一个庙去拜拜，
有可能去信啥物款的无共的。啊，毋过因为听见福音，听到福音了后，因就改变了。伫这改变的同时，伊甲伊厝内的人嘛有一寡的冲突。我会记得我高中的时阵，迄时阵就伫咱教会来聚会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嘛是教会朋友，伊是第一代基督徒。伊迄时阵为着要来教会聚会，伊伫因兜跪在客厅，跪一天。伊按时的时阵来教会聚会。这就是阮伫台湾的时阵，定定会听到的。阮的文化背景可能甲阮所信仰的这个基督受冲突。若是安尼，伫教会群体本身嘛，因为无共的因素，出现了教会文化。教会文化有真水的所在。咱家人教会敢知影，阮的教会文化是啥物无？哦，阿伯马上就讲出来。有没有人知道教会文化？家人教会的文化是啥物？真诚、感恩、给予、和睦、创新，这拢是真水的。文化的水，就是有影响力，它让人有想要传承的吸引力。若是团的人，还有接的人，也都是会有动力的。不过，我们要小心，不在这样的教会文化当中僵化了。因为团形不只是一种方法，一个面向。团形上重要的是上帝用伊的方法来带领阮行头前的路程。分党结派的问题，转来今仔日的经文，一开始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用词就真严。原文会当安尼讲：阿波罗算啥？保罗算啥？拢是上帝采用。照着这个采用，咱会当相信耶稣是基督。而且这采用的身份是照着主的心意赐予每个人的。保罗回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就算咱今仔日拄着倒一位有名的牧师，拄着倒一位有特别运势的人，他真多册的人，向咱传福音的人，无用咱的人，关怀咱的人，拢只是照着主的心意所赏赐的上帝采用。既然是采用，就毋是咱的主人，嘛毋是咱的归属。关于分党结派问题到这，就有一个根本的答案。迄就是咱基督徒每一个伫教会内面、外面的基督徒，拢爱对咱的归属有正确认识。咱爱对咱的身份会当辨明清楚。若是咱的身份，嘛是阮看待别人的时阵，安怎看别人的身份？保罗讲到阿波罗算啥？保罗算啥？并毋是要降低伊是上帝采用的身份，而是要回应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甲教会同工的地位交换到一个程度，已经模糊了教会中心是耶稣基督。第6节说到说，保罗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
唯有叫它生长的是神。没错，咱的性命的成长是因为上帝，不是因为人。可以，咱的身边有很多的属灵前辈、同辈，伫咧帮助阮。不过，无信心的提醒甲感动，真侪时阵，咱对咱的罪是无感觉的。咱会以为是靠伫家己的力量，还是别人的力量伫改变。不过，这其实拢是出伫上帝的工课。而且，家所讲的成长，在希腊文原文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，是啥物意思嘞？就是这个过去未完成式是一直不断的。我们的生命，咱的性命伫上帝内面，是一直在成长的。可能你今年是10岁，可能今年是70岁，拢同款，一直不断的成长。而且安尼的成长是伫11节讲到，咱的性命是伫耶稣基督的这根基之上的成长。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这嘛是当时保罗回应哥林多教会信徒，因为因当时对那个末世已经来到，有过分乐观的态度。因认为行洗礼就是甲主耶稣同死，各同各活。末世已经来到。天国已经降临伫咱的中间啦，咱会当自由享受一切属灵的福气，享受一切属灵的恩赐。不过对环境顶面无合上帝心意的，嘛认为讲，因为咱已经自由啊，所以这无关系，也因此开始彼此相争。参与异教的礼仪，好像因为自由了，所以拢会当去拜拜啊。因为自由了，所以可以吃祭物；因为自由了，所以可以行淫乱的事。因为当时对其他文化来讲，行淫乱的事是一个很自然的。安尼乐观，保罗提醒阮的性命，就亲像就是建造房屋来起厝，咱用啥物来起造，迄工程就显明出来。不论那个柱子里面，迄雕仔内面是放沙拉油桶啊，是放钢筋水泥啊，不论那个柱子是不是装饰用的柱子啊。那个梁里面放的是不是保丽龙啊？当火的试验一到的时候，一切工程就会显明出来。所以我嘛要来问大家讲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心内迄栋大楼工程是安怎样的呢？有的人以为自己的工程很实在，结构很缜密。不过火还未来，地动还未到，哪会知影家己的工程做了安怎？有的人就算讲家己的工程缓慢，结构松散，却在经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真的有预备。今年过年，我听到一对翁仔某伊在分享上帝伫伊身上伫厝内底做的代志。这个妻子呢，她在前年的时候患了乳癌，经过化疗了之后，她痊愈了。在过去的1年当中，她认为这是上帝用火试炼她的生命，为了要她练得像精金，为了要让他的生命翻转更像基督。
除了这个妻子之外，这个丈夫呢，他的过去的生命更精彩。他曾经当过坏人，坐过牢一段时间，后来信主，跟对耶稣。伊常常讲到伊安怎经历上帝恩典，这美好的见证，讲到这，我们都以为告一段落。今年的过年，我们又聚在一起，一起祷告。这个妻子分享她的癌症如何痊愈，如何复发，如何移转到她的脑部。伊讲到目前的可能的风险啊，在这个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不过伊有讲到一个代志，讲伊发现的时阵，上帝安排伊去病院，用不到2天的时间，好像就一个接着一个，又接着一个，又接着一个的完成了检查，不到2天的时间做全身的检查，好像是上帝已经为伊备办好啊。那安呢？家族里面呢，上帝也启动了那个系统。他们的家不是每一位都是基督徒，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，家人彼此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，就在这当中被建造起来。这个妻子说，她深信这是第2次上帝要炼净她的生命。那我们就会问说，那丈夫嘞？他现在怎么样？还记得那天祷告的时候，他边哭边跟我们说，他要成为无神论者，没上帝啦。他这样跟随耶稣，放下过去，专心走在这个道路上面，结果也痛苦，无就安尼过去啊。今嘛也无发生这样的代志。他说，人生除了苦还是苦啊。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回应，因为咱拢知也苦，咱袂当体会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最后向他走去，我只说，上帝等你，豆豆来。上帝知影，不要紧。当然我是说中文了。他愣了一下，可能伊心内迄栋大楼在震动。那是今仔日的这个妻子，或是这个丈夫，是我们在场的任何一个人，你会怎么样来回应神呢？今仔的经文中，保罗讲到，咱是上帝的殿，是伫耶稣基督救恩的根基来起造的。因此，神不会容许任何毁坏这殿的人。过去的哥林多教会是这样，今麦橄榄教会嘛是安尼。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，神就要毁坏那人。才讲到上帝的殿，是讲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上帝的殿。上帝的殿是圣的、神的，意思是咱是属伫上帝。咱是属伫上帝，就不会只属于多一个单位、多一个团体、多一间教会。我们是属神的，多一个宗派，我们是属神的。而且只有一个根基，只有一个身躯。咱教会只有一个身躯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头。在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，那时候也遇到同工之间的
冲突，我心里面在想，我嘛有家己的意思，我嘛有家己的角度，我嘛有家己徛的位置。啊，毋过这敢是上帝的心意。后来祈祷当中，我看见，其实每一个人伫教会内底服侍同工，逐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，这是真好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咱同齐来服侍的时阵，有时阵才会拢会变成一寡冲突。伫这个冲突当中，我要问：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去回应的吗？那是今仔日我们当中有人像这个丈夫一样，他还在经历那样的过程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帮助他建造神的家？那个神的家不只是我们个人，我们教会，更是发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。咱的教会只有一个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；咱的服侍只有一个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今仔日每一个人伫新的一年内面，爱开始咱的工作啊，咱的学习啊，咱的关系啊，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，就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自己，彼此建造。我相信，甲咱教会行到即马，若毋是上帝伊家己，互咱去领受，要建造自己的根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没有办法坐在这里，因为这是上帝他的工作，伊是上帝工课，伊上帝恩典伫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在新的一年开始，互咱在属伫上帝的人开始建造自己的生命，对齐，跟随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带领阮，领受你的恩典，行伫这条恩典的路。感谢你，伫今年内面，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求你伫今年开阔每一个人的境界，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恩典，你的祝福，你的教导，伫咱每一个人生命当中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